在水果王国里面可以买到最好的果酱、最好的水果加工品都是舶来品。不服气你会怎么做？从台大园艺毕业之后，林哲豪花了4年推动台湾水果做果酱。与其说煮果酱的时候是控制火候，不如说是怎么样关火。加糖腌制1天的芒果用大火烹煮，做果酱手重浓缩水分，集中香气，留住原味口感。草莓要保留色香味，水溶性色素是考验。煮过之后，色素跑出会转白，它的香气会保留在它的静置的糖浆里面。那果肉本身也会保留一些。不加防腐剂，手工制作。在这个果酱工作室里，7年级的林哲豪和留发的师傅摸索研发意想不到的果酱风味。我们把它做成芭乐果酱，我们是第一个。仿佛就像邻居芭乐树熟了那样的味道。凤梨搭香草，甚至搭花椒，而柠檬搭配巧克力，更多巧妙运用丰富了水果的空间。林哲豪更花不少时间扭转农民的想法，加工不等于用劣质品。看到客家农友的时候，以后你要怎么跟他打招呼？吃饱嘛，吃饱嘛，吃饱没？吃饱嘛。还有呢，好久不见。按 Q home。哦，按 Q home 哦，学习能力很强，很不错。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啊，我也追购都是做礼盒的，我的水果都是做礼盒让他送人的，你竟然用去做果酱。然后他第一个反应通常是这样子，就说你做果酱，好像做果酱是一个很刺激、最刺激，不要才让去做果酱这样的概念。可是这个状况，当我们把做好的成品给他吃的时候，他就会完全改观。玻璃罐里装着台湾水果独特的惊喜，也是林哲豪希望为台湾农业创造的生机。按 Q home， 色爆嘛，按 Q home， 色爆嘛。